似乎给各位报告，我自己感触很深哈。人在世上当行善啊，活在世间一口气的时候，你要赶紧行善。在中国有个古老的传说啦，有甲乙两位非常要好的年轻人，从乡下一起到城市来，经过一番的打拼奋斗，终于赚了很多钱。由于年纪大了，想回乡安享晚年了，他们两人在返回家乡的路上，碰到了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，手中拿着一面铜锣，在那里等着他们。他们两人很讶异地问这个老人说：“老伯伯啊，你在这里等我们做什么啊？”老伯伯就说：“我是专门帮人敲最后一声铜锣的人呢。因为你们两人都只剩下3天的寿命了，到第3天黄昏的时候，我会拿着这一面铜锣到你家的门外去敲。你们一听到铜锣魂魄，就会被铜锣的声音勾射而去啊，你们生命就结束了。”这一位老人讲完了以后，便消失不见了，留下这两个人愣在原地啊，久久不能释怀。心里想，好不容易在城市里辛苦那么多年，赚了那么多钱，才想要回来享福，结果却只剩下3天好活。两人就互道珍重以后，就各自回家了。这个甲呀，回家以后告诉家人一切原委啊，从此呢，他不吃不喝，什么事也不想做了。只记得那个老人家3天后要来敲丧钟的事情，每天都愁眉苦脸，细数着他赚回来的钱财，唉声叹气地说：“怎么办？只剩下3天可活啊！”日子一天一天的过去啊，整个人就像泄了气的皮球似的，他一直在等。好不容易等到第3天的黄昏，那个老人呢，果然依约而来了，拿着那面铜锣站在他家门外，咚一声就敲下去。甲一听那一声铜锣响了，立刻就应声倒下死了。因为他等了3天，就是等这一声铜锣声响起，现在终于等到了，果真死了。另外一样回家以后，越想越不服气地说：“我好不容易才赚那么多的钱，只剩下3天可活。我从小就离家了，从来没有为家乡做过什么。我应该把这些钱拿出来，分给家乡所有苦难和需要帮助的人呢。”于是他把所有的钱财按照计划分给穷困的人，又捐做铺路造桥的费用。光是处理这些杂七杂八的事情呢，就让他忙得团团转，根本忘记了3天以后那一位老人要来敲丧钟的事情。好不容易到了第3天，才把所有的财产都散光了。村民们为了答谢他，于是请了铜锣阵啊、歌仔戏啊、布袋戏啊，到他家门口来庆祝一番，又舞龙又舞狮的，甚至于放鞭炮、放烟火，场面非常非常热闹。到了第3天黄昏，老人也依约出现在他家门外，敲着那一面铜锣。因为太热闹了，大伙儿全都没有听到。那位白发老人不断的用力敲着，但是也没有作用，只好很没趣的走了。过了好几天，乙就突然间想起那位老人要来敲铜锣的事情，还纳闷着说：“怎么那位老人家失约了呢？”各位，有这个公案啊，你们知道要及时去行善。有一个人来找一位法师，请求法师替他算命呢，说：“法师啊，你潜修佛法多年了，乃是一位得道的高僧，你能否告诉我，我将来会如何？”这位法师低着头，只淡淡的回答他道：“我确定你将来一定会死。”这个对话表面看起来好像很可笑，但却是每一个人都不可以忽视的一件人生大事啊！
许多人终其一生忙忙碌碌的为求名求利，但却忘了他将来一定会死的事实。一旦无常来市井的时候，却又慌乱一团，不知所措。人生也是如此，不必在意死亡的到来，因为有生必定会有死。我们要在意的是有生之年，你能否好好的把握时间，积极的行善来利益众生，让生命没有白活，时间没有空过啊！各位啊，我们有这个公案，能体会到如何去充实人生的意义，创造生命的价值，这个是一个最好的棒喝，是一种警惕。希望我们大家互相来鼓励。阿弥陀佛。